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清水顶南里的附近有一块趴荒的国有地，互人倒大量的废弃物。这个地方的民意代表特别邀请到市府相关的单位来会勘，除了要求协助甲清掉之外，嘛呼吁着市政府爱加强国有地管理，爱来安这个监视的系统，阻止这种偷盗的行为。 遮讲有大真侪废弃物，即马被清出来，蹲做一座小型的粪扫山。这个所在伫清水区顶南里客庄附近的国有地，进前唔若互人倒真侪废弃物，搁想要整地吞进去，拍算要瞒天过海，互在地人真生气。这一次要来买，结果有民众发现我们就来看，就赶快通报议员这边，还有警察局来围起来。 因为这个所在较偏僻，有真侪人来这偷倒粪扫，大部分拢是倒伫个山沟的山坡地。因为即摆是在地国有地，是来讲有够旱。民特别要求市政府要加强国有地管理。我们都很担心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倒垃圾的一个天堂了哈。 市政府环保局会同报7总队来发现讲，互人带用件的混合物、加塑胶的混合物，以及一般的废弃物等等，估计差不多60-70方，将会追查这废弃物的来源，并且通报地检署侦办。